我是陈怡真。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风台苏拉，昨下晡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。不过，刷落来伫东南端的海面，海葵风台目前正咧接近咱台湾的北部。气象局上紧伫今仔下晡就会发布风台海葵的海上风台警报。第9号风台苏拉已经伫今仔透早2点减弱降至中度风台，气象局也伫昨下昼解除海上的风台警报。因过透早伫台北东南东方960公里海面的海葵风台强度继续增强，向台湾北部海面划过来。因为海葵即马行的路线有向南边小可偏过来，气象局将会伫今仔下昼到暗时发海葵风台海上风台警报，北南透早前后发陆上警报。会不会发布陆上警报？气象局会持续的观察。我们预估它未来逐渐增强，到明天有可能会增强为中度台风。气象局讲，即马包括苏拉、海葵、红燕3个风台，拢伫咧季风低压带内面，环流抑个太平洋高压的强度，拢会影响风台的行向。估计到月初2、初3是海葵风台上划台湾的时阵。日本气象厅认为，太平洋高压势力增强，海葵路线会向南边更加偏过来，暴风圈会直接侵袭北台湾。目前的预报路径来看呢，它有可能是非常接近所谓的这个西北台的这个路径哦，也就是从台湾北部的这个近海通过的可能性看起来是蛮高的。气象局讲，今仔透早受到苏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雨主要落伫咧台北、新北、基隆甲宜兰地区，中南部地区是要注意过道了后的低延时强降雨。这种低压带环境可能一直到后礼拜，在这段期间天气拢无啥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